咁然後咧，乙方咧就係我哋嘅志在參與但最好贏埋啦。咁喺介紹我哋雙方辯員之前咧，我先為大家講解今日嘅賽規先啦。咁今日嘅賽規為4-3-3-4啦，亦即係雙方嘅主辯咧同埋辯辯咧，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而一二副辯即有3分鐘發言時間。另外發言順序為甲方主辯到乙方主辯，跟住去翻甲方一副，如此類推。當乙方二副發言完畢之後，將會進入自由辯論嘅環節，雙方各有2.5分鐘，即係2分半鐘嘅發言時間啦。並先會由甲方開始發言嘅，每次發言只可以派出1位辯員。當一方用盡咗佢嘅發言時間之外咧，另一方就需要派出1位辯員啦，即用盡餘下嘅時間。當自由辯論時間完畢之後咧，雙方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結辯啦。當發言，我先由乙方開始作結啦，然後再由甲方去到作結嘅，跟住就係計時嘅方法啦。當法定時間剩餘30秒，計時員會鳴鐘1下。當發言時間結束之後，計時員就會鳴鐘2下，意思即係剩餘緩衝時間15秒。15秒之後，計時員會鳴鐘3下。若果辯員繼續發言嘅話，每5秒就會扣除1至5分，扣分分數係由評判去決定嘅。而自由辯論環節咧就唔設有緩衝嘅時間。另外咧，比賽需由粵語去到進行啦，除咗專有名詞之外咧，唔可以使用其他嘅外語咧。如果台上辯員係用外語嘅時候，評判就可以自行選擇扣除1至5分啦。請問雙方主辯有冇問題？假如冇嘅話咧，就會開始介紹雙方辯員。首先係甲方生化辯辯，主辯 Miss Christine Zhang，一副朱曉彤同學，二副楊以晴同學，辯辯黃向晴同學。接住係乙方志在參與但最好贏埋，主辯黃佩儀同學，一副李心柏同學，二副李明傑同學，結辯 Miss 鍾汪。咁我哋而家嘅比賽正式開始，先由甲方主辯開始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人期望可得到我的快樂比天高。在座各位大家好，相信啱啱呢一首哆啦 A 夢嘅主題曲，大家肯定耳熟能詳。哆啦 A 夢作為大家嘅童年回憶，當中嘅角色未來自然受到大家嘅關注。野比大雄雖然成績唔好，但係佢正直善良，係靜香嘅青梅竹馬，有深厚嘅感情，而且會互相幫助傾訴。而畜牧產英才成績優秀、細心善良、細心聰明，係靜香嘅好朋友。要拆解辯題呢，我哋首先要定義何謂更適合嘅丈夫。美國執業婚姻家庭治療師 Joseph Savar 指出，一個終身伴侶係應該要係一個人真心喜歡嘅朋友，同埋需要溝通、關懷同埋陪伴。所以今日衡量辯題嘅標準應該係大雄同畜牧產邊個能夠提供更多嘅陪伴同埋關心俾靜香，邊一個先至係靜香眼中首選嘅對象呢？而我方支持甲方辯題原因有2：第一，大雄凡事以靜香為先，係能夠為靜香提供更加適切嘅幫助同埋陪伴嘅。一個合適嘅伴侶應該係要俾到對方足夠嘅幫助同埋陪伴。先講幫助啊，大雄係能夠喺有危險嘅時候保護靜香，例如喺太陽王傳說入邊，當石像怪物要去踩靜香嘅時候，大雄直接跳落樓梯用肉身去保護靜香。而喺老北信碉樓組合入邊，大雄唔單止為咗保護靜香去抵抗梁群，之後仲令靜香表示大雄好可靠啊，一直同你生活落去都唔成問題。
證明咧大雄係真心喜歡同埋中意同埋願意為靜香而犧牲嘅。相反喺動畫入邊咧根本睇唔到出木杉係有嘅救靜香嘅例子。想問有方，當大雄願意焚心拯救靜香，但係反觀出木杉從來都冇嘅時候，出木杉會唔會好似大雄咁重視呵護靜香呢？再講陪伴啦，出木杉好優秀，眾所周知。然而喺《Stand By Me 2》入邊提到，出木杉長大後嘅工作係去咗月球嘅基地去進行實驗研究。換言之，即係話佢長大後嘅生活係非常之好忙啦，甚至大部分時間根本都唔係地球，雙方係連面都見唔到嘅，更加唔好講有足夠嘅時間去陪伴靜香啦。反觀大雄之後雖然只係一位公務員，但係有穩定嘅收入之餘，亦都有時間去陪伴靜香，同佢分享生活中嘅美好。想問有方，到底係一個亦可以提供到多啲陪伴丈夫好啲啊，定係成日都見唔到面嘅丈夫好啲呢？第二，從靜香嘅角度出發，靜香其實係更加希望大雄作為佢嘅終身伴侶嘅。其實要審視咩為何謂更加適合嘅伴侶咧，要睇下靜香點諗。其實喺動畫入邊，靜香一直都表現出咧佢更加中意大雄。例如喺水魔女嘅序片入邊，大雄俾小夫排擠，亦都同胖虎、靜香佢哋一齊去小夫去過嘅釣魚勝地。於是靜香雖然係好想去，但佢都陪大雄而唔去。而喺再見靜香入邊，大雄食咗一種會令所有人都好討厭佢嘅討厭鬼藥丸，就連哆啦 A 夢同埋媽媽都離開大雄嘅時候，淨係得靜香強行去抵抗藥效，都去扶佢去廁所嘔翻晒啲藥丸出嚟。所以可見靜香嘅行為係一直都表現出佢對大雄係更加有好感㗎。其次，靜香作為完美主義者，一直喺學業或者個人形象上面咧都係力求完美嘅。所以如果靜香同埋優秀完美嘅出木杉結婚，身邊嘅人可能只會將佢哋兩個人作比較，而佢哋兩個天資實力嘅懸殊，可能令到完美主義嘅靜香十分之抑壓，而中間咧無形中咧增加佢嘅壓力嘅。最後想問有方，如果出木杉喺你眼中真係咁優秀，點解靜香喺 Stand By Me 2嘅時候會選擇同大雄結婚呢？多謝各位。甲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30秒，每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乙方主編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主席、評判以及在座各位大家好。啱啱有方提到，有方主編提到出木杉可能做唔到幫助，即係為開又提供到個關懷同埋陪伴，但係大雄係有時係依靠到哆啦 A 夢先至可以做到啱所講嘅嘢，但係哆啦 A 夢並唔可以陪佢一齊，所以喺同靜香嘅婚姻關係中，大雄一定會失去哆啦 A 夢。而且根據呢個史坦伯格愛情3角理論裏面指出，一段愛情唔可以只係有激情或者是激情，更加係有長遠嘅目標同埋責任，並需要有唔少嘅生活嘅。第二，而家嘅大雄係有哆啦 A 夢嘅幫，即係有佢幫助先可以同得到。所以我放基於以下2個原因去認為出木杉更加比大雄適合成為靜香嘅丈夫。第一，博學多才，出木杉無論喺學業或者其他活動上嘅表現都十分優秀。佢最出名嘅特點就係頭腦聰明、博學多才，除咗寫劇本之外，英文水平都唔錯。喺《結愛動物組合》第40入面提到，佢曾經有一個我嘅筆友，而且喺隨意描述嘅第41章入面亦都提到，於是就話而喺外貌、體力同智商第40章入面更加提到，佢好識聽及令我好高嘅廚藝水準。另外，佢嘅朋友亦都如果遇到問題，亦都會向佢請教。綜合以上幾個論點，我哋可以見到佢係一個喺學業同埋課外活動成熟上都有一定成就嘅。第二，佢性格會比大雄強，出木杉為善良同硬定。除咗
頭腦聰明嘅博學之後，佢嘅人品都十分之好，為人處事亦都好得體。例如喺深夜嘅需要電話，你30秒入邊提到，對於班級學習成績第2嘅同學，以騷擾電話騷擾佢嘅行為，佢就選擇咗原諒佢，展現咗佢豁達嘅心胸。而且崔木燦係一個了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呢個道理嘅人。喺《水風鳥》第20頁入邊提到，崔木燦為咗買呢條天地嘅，親自去做咗鄰居嘅家庭投資去賺錢買嗰個天地嘅，冇影響到他人。再次綜合以上各點，我哋都可以見到崔木燦亦都有好嘅品德心嘅地方。最後想問下，有關同學喺以上咁多點之下，有關同學仲認唔認為大學依然係比崔木燦更加好？多謝各位。粵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18秒，無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甲方一辯發言。試咪。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熄開計時器。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唔難發現咧，我哋雙方係標準上已經出現分歧，因為有方今日嘗試用崔木燦嘅表面因素去同我論證佢就係一個適合嘅丈夫，但係從來適唔適合就係要睇佢一段關係入面嘅付出，而唔係睇表面因素。而更甚，其實有方今日打緊稻草人，亦都即係打緊一啲唔關事嘅論點，我方冇講過嘅論點，因為有方今日同你講話，唔係喎，大雄係因為有哆啦 A 夢，我哋先覺得佢係一個合適嘅丈夫，但係其實我方從來冇講過。所以拆解有方兩個論點咧，我哋不妨分兩步。首先第一，先睇有方覺得崔木燦博學多才，但其實咧點解博學多才就必然等同於係一個好適合嘅丈夫咧？其實有方從來冇交代過。而更甚，其實有方咧主辯都識同我哋講，愛情三角論入邊當中重要嘅兩環咧係親密同埋激情，但係當我哋方主辯講過啦，原來崔木燦未來佢即係佢會去月球做實驗家嘅時候，莫講話要陪伴靜香，其實佢同靜香連見一面都好困難嘅時候，想問下有方啦，原來連見一面連最基本嘅陪伴都冇嘅時候，想問有方點樣係一個合適嘅丈夫咧？而反觀翻大雄，原來大雄佢雖然只不過係普通嘅公務員，但係佢有穩定收入之餘，仲可以長期可以陪到靜香嘅時候，想問有方啦，有方覺得係一個有陪伴嘅丈夫好啲，定一個冇陪伴嘅丈夫好啲咧？而第二啦，我哋再睇有方覺得崔木燦性格比較好，但係從來係咪性格好就等同於係合適嘅丈夫咧？其實有方都論證唔到。但係到底乜嘢先係合適嘅丈夫咧？其實從來都係要睇佢喺一段感情入邊嘅佢喺感情入邊嘅付出。而今日我方主辯舉嗰個例子啦，而更甚而家再俾多個例子咧，原來大雄咧喺每一次靜香有危險嘅時候，都會義不容辭咁樣去救靜香。例如喺呢個大雄與鐵人兵團1集入邊，原來就係喺靜香有危險嘅時候，大雄第一個用空氣炮去救靜香。又或者喺靜香與滑雪場嘅呢一集入邊，原來當靜香佢有危險嘅時候，即使哆啦 A 夢暈低嘅時候，大雄都依然係第一個去拯救靜香。所以反觀原來崔木燦喺靜香有危險嘅時候，從來冇出現，從來都冇拯救過靜香嘅時候。所以想問有方啦，有方覺得係一個會喺你危急關頭出現嘅人好啲啊，定係一個喺你危急關頭佢都冇出現嘅丈夫會比較合適咧？所以唔難發現咧，有方最大嘅謬誤咧，就係覺得一個合適嘅丈夫呢一個咧係可以用客觀標準嚟衡量，但其實從來合唔合適咧，從來都係一個好主觀嘅睇法。其實好簡單落個類比就係、即係可能你自己覺得係合適嘅丈夫，同埋你阿媽覺得係合適嘅丈夫，其實都可以爭好遠。所以我哋更加應該要從靜香佢即係呢個感情入邊主人翁嘅角度去審視到底乜嘢合適嘅丈夫。所以前場主辯講過啦，原來當喺大雄食咗呢個討厭臭藥丸，令到所有人都討厭佢嘅時候，就連大雄嘅親生阿媽佢自己都頂唔順呢個臭味要離開嘅時候，喺得靜香一個義不容辭地翻返去大雄間房度，
照顧佢同埋陪佢。所以而更甚啦，喺 Stand By Me 2嘅時候，靜香都依然選擇咗大雄做佢終身伴侶。以上種種都可以顯示其實靜香係更加中意大雄。而更甚啦，其實睇翻出木杉，其實靜香從來冇講過中意出木杉。所以想問有方啦，究竟係一個你中意嘅人合適啲啊，定一個你唔中意嘅人合適啲咧？多謝各位。甲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9秒，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乙方一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咁而家嚟到乙方負一邊嘅位置啦，我就先嚟解答一下有關嘅問題啦。咁有關曾經多次話大雄為咗救靜香而可以犧牲自己啊嘛。咁如果大雄真係犧牲咗啦，咁佢係咪會死去令到靜香感到孤獨，甚至可能孤獨死咁樣？咁然後聽咗咁多人嘅睇法啦，咁我就嚟講一下我個人嘅睇法啦。首先啦，日本曾經做過一個調查啦，日本好多嘅網友都覺得咧，靜香嫁俾出木杉係會最幸福嘅，比例甚至超過一半。部分日本女性嘅評語係咁樣嘅，同可靠嘅出木杉嘅話，生活會比較安定，會覺得比較幸福。然後就係、既然出木杉係比較令人中意啦，又可以外出工作啦，一定會勸朋友嫁俾呢種人。然後仲有一則評論係感覺出木杉好聰明，好值得依靠，仲可以外出賺錢。然後出木杉頭腦又好啦，運動又萬能，對女仔又好温柔嘅，感覺同佢一齊就肯定有未來嘅希望。然後我想講嘅係咧，靜香啊，呢個人唔係比較好咩？相比起大雄，又感覺好多日本成年嘅女性都會想同靜香講呢句嘢嚟勸下佢。其次啦，大雄平時都係過於依賴哆啦 A 夢嘅道具，相較之下，出木杉喺冇任何哆啦 A 夢嘅愛話嘅情況之下咧，仲可以自理，再加埋照顧他人，實在係比起大雄好太多啦。最後喺人緣嘅方面，出木杉喺故事裏面，故事試着再見裏面擔任咗班會嘅主席，而呢個主席最主要係通過各位同學對佢嘅信任而嚟獲取嘅。咁上述講咗咁多啦，都係大雄冇嘅嘢。咁到底證明咗啲咩咧？咁呢樣嘢證明咗出木杉先係靜香嘅最優選。咁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大雄係咪真係可以俾到靜香一個安逸穩定嘅生活咧？多謝大家。乙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17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甲方二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正如我方主面所講啦，人人期望可達到。大家用咗哆啦 A 夢嘅道具之後咧，你想實現嘅願望咧，通通都會實現到啦。但係靜香想要嘅係乜嘢咧？其實有方今日係從來都冇聚焦過㗎。有方今日舉出日本網友嘅調查啦，就話佢哋覺得出木杉性格好，比較適合做靜香嘅丈夫啦。但從來咧，我方都已經提出過啦。根據美國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Robert 嘅研究所指出咧，愛情3個論入邊，親密同埋激情都係不可或缺嘅要素。咁想問下有方啦，既然喺 Stand By Me 2入邊，出木杉都已經上咗月球嗰度工作咯喎，咁佢點樣提供呢啲親密同埋激情俾靜香呢？當你嘅丈夫遠在月球，只可以同你視像嘅時候，你又覺得咁樣嘅陪伴係咪足夠呢？相反，大雄佢大個咗之後，只係一個普通嘅公務員，佢有穩定嘅收入不特止，佢仲好愛靜香，可以俾佢一份平平淡淡但係好穩定嘅生活。咁想問下有方啦，你係寧願要一個見都唔多見嘅丈夫啊，定係想要一個可以日日陪你分享生活中嘅點點滴滴，同
同埋去令你有一個穩定嘅生活嘅丈夫呢？咁所以我哋再睇啦，有方話出木杉嘅性格好好啦，話佢好聰明，而且佢為人處世對人都好好啦，就算俾全班第2名騷擾都好大方咁原諒佢。咁但係咪佢性格好就代表佢真係會對靜香好呢？有方都冇論證過，佢可以喺出邊對人好好，但係翻到屋企繼續係對靜香唔好噶嘛。跟住呢點有方都冇論證過啦。跟住但係其次嘅係我哋見到大雄正正就係好愛靜香咯。雖然大雄佢嘅性格懦弱啦，但每次靜香遇到危險，就例如喺太陽王傳說入邊，當靜香差啲俾石像巨人踩到嘅時候，大雄係義不容辭、奮不顧身咁去救佢。即使大雄嘅性格可能唔夠出木杉咁完美，但我哋可以見到當靜香遇到危險嘅時候，大雄仍然係會義不容辭咁去拯救佢心愛嘅人。咁想問有方啦，咁樣嘅伴侶又係唔係足夠呢？所以在座各位，我想大家答一條2選1嘅問題。你寧願要未必幸福、充滿不確定性，可能係感情，可能係好差嘅感情同埋生活，定係要平平淡淡但係幸福美好嘅感情同埋生活呢？相信當要賭上自己未來幾十年人生嘅幸福嘅時候，大家都唔會選擇冒險去揀一段充滿未知嘅感情。同樣道理，如果你係靜香，選擇一位平凡但係善良、會呵護你嘅青梅竹馬，定係一位極其出色但冇辦法陪過你走過人生美好嘅每一刻，甚至乎會令到你感到壓力嘅丈夫，同佢未來唔知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嘅兒時好又好啲呢？相信答案好明顯，多謝各位。甲方義父發言時間為2分46秒，無過時需扣分。接住我哋有請乙方義父發言。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主席、評判仲有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有班同學同我哋講咗咁耐，無非喺度爭拗緊出木杉嘅陪伴究竟夠唔夠，同埋靜香究竟中唔中意出木杉。其實今次嘅辯論好簡單，我哋只不過討論緊究竟出木杉配唔配做靜香嘅老公。衡量辯題，我哋討論嘅係婚姻嘅匹配問題，而唔單單係個人嘅喜歡。眾所周知啦，靜香係一個善良、獨立並且努力嘅女仔，佢嘅伴侶應該係俾佢一個穩定而幸福嘅生活，而唔係一個無依無靠，淨係可以靠住大雄嘅，淨係可以靠哆啦 A 夢嘅道具生活嘅人。首先，出木杉係一個普通但好努力嘅少年，佢雖然好似冇大雄咁樣奇幻嘅生活經歷，冇好似哆啦 A 夢咁樣嘅好伙伴，但佢腳踏實地、認真負責、成績優秀，係大家心目中嘅好伙伴。而軟弱嘅大雄淨係可以靠住哆啦 A 夢，如果佢冇咗哆啦 A 夢，只不過係一個一事無成、成績又差嘅普通人。我方基於以下2大原因，認為出木杉比大雄更加適合成為靜香嘅丈夫。首先，出木杉係大家心目中公認嘅好學生，而靜香都係一個平凡而又堅強嘅女仔。佢嘅聰明、獨立同埋有默默付出，從以上各個方面，我哋都可以見到佢哋兩個係門當戶對。出木杉嘅性格、努力同埋獨立，更加係同靜香嘅特點十分契合。呢2個人嘅性格同埋特點令佢哋可以相互理解、互相扶持。同時，出木杉都係俾予靜香一個堅實嘅依靠，而靜香都係靠住出木杉嘅激勵去不斷進步。雖然佢哋好似冇小夫咁樣嘅富可敵國，冇好似哆啦 A 夢咁樣嘅道具。但係佢哋有最寶貴嘅平凡中嘅不平凡，佢哋兩個家庭中嘅性格同埋默契，淨係婚姻中不可或缺嘅互補因素。相比之下，大雄看似有一個有趣嘅生活經歷，但佢缺乏出木杉咁樣嘅責任感同埋穩定性。佢每次出手尾，佢每次出事都係哆啦 A 夢佢執手尾，毫無責任感。佢呢啲依賴哆啦 A 夢解決問題嘅生活模式，喺現實中並唔適用。試諗下，如果大雄成為咗靜香嘅丈夫，靜香點樣揾到一個真係可以依靠到嘅人呢？大雄只不過靠住哆啦 A 夢嘅道具而成功嘅，就好似有安同頭先所講嘅，佢哋嘅行動中，佢用空氣炮去救咗靜香，亦都用哆啦 A 夢嘅道具，同埋佢冇任何嘅真本事，唔係一個合格嘅好丈夫。其次喺哆啦 A 夢嘅世界裏面，大雄永遠一個需要救世嘅仔，佢無論係學習、運動定係社交方面，仲係最後一刻依靠哆啦 A 夢嘅道具解決問題。呢種生活模式看似輕鬆有趣，但係其實唔需要做任何思考，但隱藏咗好大嘅問題。首先，佢嘅過度依賴會令佢失去咗獨立性同埋解決問題嘅實質能力。正如我頭先所講，如果未來真係生活中冇哆啦 A 夢，但係應該點樣算呢？多謝大家。乙方義父發言時間為2分35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
接住落嚟係自由辯論嘅時間，雙方各有2分半鐘發言。甲方準備好可向計算示意。想問有方覺得一段愛情關係陪伴重唔重要呢？陪伴固然重要，但係責任感同埋穩定性更加重要。大雄咁樣嘅呢個作行事作風，其實係冇任何嘅依靠，淨係好飄忽無定嘅佢嘅未來。所以咪講咗話，原來大雄喺靜香有危險情況嘅時候都會去救靜香咯。所以有方都承認咗原來陪伴重要嘅時候，想問下有方啊，吹毛擦月球工作點樣陪靜香？但係佢救靜香係有道具嘅喎，唔係冇哆啦 A 夢嘅喎，以後生活裏面。咁但係大雄都有唔用道具去保護靜香嘅時候啊嘛，就例如我方主編講過啦，當佢面對靜香俾石像巨人就嚟踩到嘅時候，佢會去用肉身奮不顧身咁去救佢。咁想問下啦，佢有冇靠道具啊？但係佢嘅行事咁魯莽，對於自殺嗰一啲行為。咁最尾佢咪冇死到，仲要救到靜香啦，有方，所以係應該你答我，吹毛擦點樣陪靜香？佢可以用網上視像，同埋可以有可能帶埋靜香上月球一齊陪伴佢，像個人二人生活呢。我想問下有方網上視像達唔達到你所講愛情三角戀嘅親吻同激情啊？其實哆啦 A 夢係一個係當時係一個二手嘅機械啦，佢嗰啲嘅道具咧喺當時嚟講咧，即係未來嘅世界咧已經係有 outdated 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嗰個隨意門咧已經可以解決到一個陪伴不足嘅問題嘅。咁但係咧，雖然佢解決到陪伴不足嘅問題啦，但係佢喺月球基地嘅工作咁忙，照樣都係日見唔到夜見唔到啦，繼續係陪唔到靜香去經歷佢生活中嘅點點滴滴嘅喎。咁相反大雄啦，佢只係一個普通嘅公務員，唔單止有穩定收入，仲可以俾到一個甜蜜嘅婚後生活俾靜香，點解唔係更加？即係你覺得公務員係唔忙碌嘅？公務員佢相對嚟講，比一個喺月球基地工作嘅人會冇咁忙碌咯。月球基地工作其實都係好季節性嘅喎，我覺得其實公務員好似香港公務員咁，其實都係非常之忙碌㗎。係，咁公務員佢都仲有放工嘅時候可以留喺靜香身邊嘛。但係不如有方答翻我啊，當吹毛擦喺月球嘅時候，佢做唔做到激情嘅，即係愛情三角戀其中一環啊？我哋講話佢係季節性嘅，可能佢一兩個季節係可以好得閒冇嘢做嘅咧，同埋想問下分同學，吹毛擦係俾大家公認為點解受靜香嘅咧？咁所以咪就有方都講唔出，原來吹毛擦一路都陪唔到靜香，淨係可能1年先有1-2次咯。同埋我聽唔清有方問咩問題，不如你再問多次。頭先咪答咗嗰個隨意門嗰個激情，同埋我唔知道有方覺得激情嘅定義係點樣啦。即係根據嗰個愛情三角理論咧，其實激情係可以情感上面交流嘅。所以頭先咧我方咧所講嗰個嘅網上交流，其實都可以好激情嘅喎。咁想問下有方，咁但係佢始終佢網上對話，始終都係達唔到愛情三角戀入邊嘅激情嘅喎。咁所以麻煩有方論證啦，到底吹毛擦嘅工作係如何季節性咧？有冇論據去證明咧？我哋嗰個可以用隨意門嘅嘛，分同學係咪冇聽我哋講嘢啊？咁就算佢可以用隨意門都好啦。咁作為一個喺月球基地工作嘅人，咁難道你認為佢嘅工作唔忙碌咩？我哋都講過佢嘅工作可能係季節性嘅，可以有1-2個季節係留低陪佢哋嘅咧。咁好啦，所以呢點我哋有方已經講唔過去啦。我哋再講出大雄嘅性格啦。當大雄係會喺靜香遇到危險嘅時候，奮不顧身咁去救佢，反映到佢非常之愛佢嘅時候，想問下有方啦，吹毛擦有幾愛靜香啊？呢個其實都係要去問翻藤子 F 不二雄嘅，因為咧大雄作為一個卡通嘅主角咧，所以好多時候咧其實係佢哋要同框出現嘅。咁我都想順住有方呢一個嘅思路，咁喺曾經咧有一個嘅單元裏邊咧，大雄係曾經因為好妒忌吹毛擦同埋靜香啦，就破壞佢哋一齊整蛋糕嘅時光。但係其實最尾咧，吹毛擦同埋靜香咧係一齊整蛋糕俾大雄嘅，所以其實咧係可以見到咧大雄佢對於嗰個靜香嘅嗰個愛咧，其實有時都係出於私心同埋妒忌嘅。唔係，咁所以咪就係原來有方都交唔出，原來吹毛擦做過啲乜嘢去中意靜香咯。有方時常講過啦，原來喺靜香有危險嘅時候，大雄會去拯救靜香嘅時候，想問有方喺靜香有危險嘅時候，吹毛擦有冇救佢啊？
我哋講過佢嘅呢個魯莽嘅行徑等於自殺咁樣，你哋係咪冇其他兩點可以講啊？唔係啊，其實頭先現場咪俾咗好多唔同單元嘅例子，都同你講大雄會救靜香咯。而家甚就算同你講呢個自殺例子，原來靜香唔係大雄係願意為咗靜香做到啲可能會威脅到性命嘅行為，唔係更加可以體現到大雄救己。多謝各位。月方剩餘30秒時間，準備好可能繼續試。其實我哋講過，你哋呢啲行為等於攬炒，佢哋拉埋同一齊去死。同埋我想問阿芬同我啲問題，陣間你哋喺結辯度答一答我哋。其實出木杉係咪俾大家公認為更加適合靜香嘅咧？佢嘅性格特質、人格魅力、成績係咪比大雄更加好咧？同埋大雄佢真係有能力可以應對到咁多嘅突發事件咩？大雄冇咗哆啦 A 夢係咪乜都唔係冇嘅能力嘅咧？大雄係咪真係咁適合靜香同佢係好親？多謝大家。接住落嚟係月方結辯發言。你有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月方結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事。好，嚟到結辯嘅環節啦。首先我都想多謝友方嘅同學咧，咁就係提出咗愛情三角理論嘅。友方咧不斷咁樣重複啦，覺得喺愛情三角理論裏邊咧嘅愛情嘅元素，或者喺我哋今日嘅辯題，其實係講咧係咪即係出木杉係咪或者大雄邊一個更加適合係作為丈夫？咁所以我哋都想重申啦，其實咧喺愛情三角元素裏邊咧，我哋覺得咧承諾呢一個係比起激情同埋咧比起親密咧係更加咧係重要，係成為一個咧即係適合丈夫呢一個即係題目嘅即係嗰個嘅即係主要嘅一點嘅。咁回歸翻去嗰個嘅辯題啦，我都好認同友方嘅。其實咧，大雄咧，佢確實係一個靜香咧，好喺佢10歲嘅時候，我哋要記得咧喺個漫畫嘅設定，其實大雄同埋靜香咧都只係一個4年級嘅10歲嘅學生。咁確實佢咧係一個即係靜香喺10歲嘅時候咧，非常之喜歡嘅玩伴嚟嘅。但相比起喺10歲嘅時候，出木杉已經係非常之即係真材實料啦，而且係好成熟。而成熟呢一點咧，係對於維係呢一個嘅婚姻裏邊嘅承諾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方咧其實係覺得靜香咧係更加適合咧係揾出木杉咧係成為佢嘅丈夫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咧大雄咧佢喺即係哆啦 A 夢嘅漫畫裏邊咧，佢係一個成績唔好嘅同學。咁我首先咧呢度唔係要歧視成績唔好嘅同學，不過咧我哋都會見到有好多情節啦。大雄咧係時常咧係濫用哆啦 A 夢嘅法寶去為所欲為啦，包括咧有時係會去偷睇靜香沖涼等等嘅。咁我哋會見到佢嘅唔成熟，其實咧係導致到佢成績唔好啦，甚至有時係濫用呢一啲道具嘅情況嘅。咁相比起出木杉啦，佢唔係因為成績好，我哋覺得佢係適合成為靜香嘅丈夫，而係佢係一個好內外兼備，係好成熟嘅。咁所以我哋咧基於喺漫畫裏邊，我哋見到包括友方嘅同學啦，不斷強調咧大雄喺各個嘅情節係奮不顧身咧，係去救呢個靜香。其實呢個都係要問翻藤子不二雄嘅，因為咧呢一個嘅主角就係咧大雄同埋靜香啦，所以咧佢暫時咧應該係作者咧佢係冇
冇安排到咧，出木杉係可以咧係英雄救美呢一個嘅情節。咁所以咧，我哋係基於喺呢一個情節裏邊，我哋所睇到嘢作出推論咧，亦都係符合友方嗰個嘅邏輯同埋主線嘅。咁我哋見到出木杉咧，佢嗰個成熟啦，而且係大方嘅表現咧，我哋係可以見到其實佢同靜香一齊咧，係可以喺生活上邊婚姻之後嘅細節，撇除激情同埋呢個友好之後咧，其實係可以咧，即係攜手去面對將來嘅。相比起大雄，其實咧，我哋係可以基於咧佢好多唔成熟嘅表現咧，係去推論到佢將來可能係會因為生活嘅重重壓力啦，將日常嘅事務咧係推晒俾靜香咧，包括家務啊等等啦。咁同埋咧，阿靜香同埋大雄一齊，咁未來會點咧？大雄咧佢喺10歲嘅時候闖禍，而漫畫咧亦都係冇係可以向我哋交代到咧，其實佢嗰個成長嘅歷程係點嘅。如果我哋基於我哋所睇到嘅嘢去作出判斷，正如友方經常去講嗰啲危險嘅情節，都係我哋所漫畫睇到嘅嘢去作出一個判斷咧。其實大雄嘅時常闖禍啦，亦都係埋怨身邊嘅事物啦，係自怨自艾啦，釋放咗好多嘅負能量，不思進取。我哋假設佢係唔會成長啦，喺漫畫話俾我哋聽嘅情節嘅話，咁究竟係咪一個即係理想嘅伴侶咧？咁最後啦，我都係好想咧去問一問友方，因為我哋其實咧不斷咧都係已經係強調咗咧係呢個隨意門嘅道具啦，其實係可以解決到陪伴嘅問題嘅。咁所以都請問友方係咪可以都俾翻個回覆我哋咧？最後同埋都係想問啊，我想問大雄係咪真係可以俾到靜香一個安逸穩定嘅生活，撇除佢呢個公務員嘅工作，同埋大雄好多咧 A 夢係咪真係可以俾人揾到更多嘅優點咧？多謝大家。乙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甲方結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一個睇落一無是處，一個近乎無所不能。面對咁懸殊嘅差距，大家都會諗住揀出木杉。相信在座各位都有個同樣嘅諗法，但正正係呢一條睇落答案不言而喻嘅選擇題，靜香最終就出人意料咁揀咗嗰個一直俾我哋低估嘅大雄。嚟到結辯嘅環節，我想用3句哆啦 A 夢中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台詞嚟總括全場比賽。第一句，他是一個能夠期盼別人幸福並且同情別人不幸的好青年，這是生活一個人最基本的條件。出自《Stand By Me》哆啦 A 夢中靜香父親之後，喺我哋長久以嚟嘅印象裏面，大雄似乎成日都係同一事無成、膽怯懦弱等標籤掛鈎。但如果佢真係咁一事無成嘅話，靜香又點會揀佢呢？正如靜香父親所言，我哋往往其實忽略咗大雄最珍貴嘅品質，就係佢有一顆善良嘅心同埋樂於助人嘅心。而經歷咗咁多年青梅竹馬嘅相處裏面，靜香比全部人都更加清楚同埋睇到大雄身上面嘅呢啲閃光點。正正係因為咁，所以佢先至最後會揀咗大雄。第二句，雖然離開靜香會很痛苦，好似如果因為我而讓他變得不幸的話，這樣我會更加痛苦。呢一句係出自同一部戲中大雄嘅自白。當大雄見到因為靜香嫁咗俾佢而過上貧苦嘅生活嘅時候，因為愛所以佢選擇放手，而唔係好似友方咁講話，大雄因為私心而挽留靜香，佢仍然選擇放手。與此同時，其實我方由處變開始已經不斷講，大雄亦都從來冇掩飾過對靜香嘅愛，喺危急關頭嘅時候，佢總係會義無反顧咁樣出嚟保護靜香。縱觀全場比賽，其實今日友方嘅邏輯好直線嘅，就係覺得提出咗好多出木杉嘅優點，成績好、運動好，所以就等於係一個好嘅丈夫。但今日友方從來都冇論證過點解咁樣就會係一個好嘅丈夫。另外咧，其實友方亦都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就係愛情裏面理應係由愛嚟做基石嘅。先不論其實今日友方從來都冇論證過靜香係中意個出木杉嘅。另外啦，其實咧今日友方都冇論證過。其實今日友方冇論證過靜香係中意出木杉啦，而同時嚟嘅出木杉咧，其實之後亦都去咗火星生活，開始咗一段新嘅戀情。可以見到嘅其實係佢都唔係好中意靜香嘅咋。第三啦，其實咧今日咧
即使有方同我哋不斷講話出木杉去咗火星之後，其實佢都可以用好多唔同嘅道具翻嚟同靜香見面都好。但其實今日有方從來都冇論證過究竟出木杉係有幾多時間可以同靜香相處。相反啦，大雄今日咧，其實原來佢大個咗之後咧，佢係會喺呢個國家環境局度工作，甚至係咧，我方望到嘅就係佢之後咧就會揸住架未來車不斷好清閒咁樣去享受生活。咁所以見到嘅其實大雄係有更加多嘅時間陪伴靜香嘅。另外啦，最後其實第三句出自大雄嘅結婚前夜，未來係可以改變嘅，但改變未來嘅唔係道具，而係你嘅心。在座各位，由我方主辯開始，我哋已經不斷提出，愛情本來就係一場主觀嘅選擇，所謂各花入各眼，從來都冇絕對嘅選擇。成就、性格、人緣或者係評定一個人嘅標準，但係從來都唔係評定關係係咪合適嘅指標。關於大雄同埋出木杉邊個更加優秀，今日嘅辯題其實雙方都可以只係可以從劇情裏邊揾啲蛛絲馬跡出嚟論證，但真正嘅答案其實除咗靜香之外冇人知道。而喺大雄嘅新娘裏面，其實靜香一早就已經用行動同我哋講咗答案。佢坦然承認自己係中意大雄，包括佢嘅缺點，義無反顧咁樣選擇。係源於佢對自己嘅了解，同時亦都係因為佢對大雄嘅了解，佢依然選擇堅持自己嘅決定。作為旁觀者，我哋無從得知邊個更加適合靜香，但係作為當事人，其實佢一早已經同我哋講咗答案。多謝各位。各方意見發言時間為4分0秒，有冇超時無需扣分？首先好多謝各位同學同老師參加呢個辯論比賽啦。咁我哋喺宣佈賽果之前咧，我哋想請各位評判想請各位評判去講一下評語。好，咁我長話短説啦。其實我覺得呢一條辯題咧，對粵方都好似冇乜優勢嘅，因為講真，出木杉出場嘅時間實在太少啦。我諗就算想揾例子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困難，同埋即係因為呢個故事去到最後 Stand By Me 系列咧係有個好明確嘅答案，就係靜香係嫁咗俾大雄。咁因為就係有呢個前設，咁所以我覺得甲方一直講嘅咧唔係唔啱，而係我覺得好多時係從個結果嚟到倒推嗰個原因，咁就即係變相。係，即係個思路好正確嘅，但係我又聽唔到好多即係比較客觀啲嘅一啲評價咯。咁而粵方咧，其實一開頭嘅時候可能因為緊張啦，咁所以咧提出嘅觀點未必好豐富，但係去到後邊咧，我覺得係漸入佳境嘅。咁而且都提出到好多可以，即係即使用咁少嘅論據之下咧，都可以即係可以即係還擊到甲方嘅一啲論點啦。咁我都好同意，即係粵方佢哋後邊咧都會講到有一啲甲方提出嘅問題咧，其實佢哋都係會用一啲未來嘅科技會解決到啦。咁而呢一個嘅甲方咧，其實去到最後邊咧就講大雄係一個好樂於助人嘅人。咁其實我呢個位我有打到一個問號嘅，因為其實我多咧用呢個動畫嘅劇集個劇情入邊咧，大雄都係整蠱人啦，或者用哆啦 A 夢嗰啲法寶嚟到做啲唔係咁好嘅嘢，咁佢係咪全部都係用嚟即係做幫人嘅事咧？咁通常喺啲大電影係唔係嘅，佢通常都會拯救一個部落啊，或者係拯救一個王國。咁但係本身其實即係佢喺動畫版，我又即係唔會完全覺得佢係一個非常樂於助人嘅人啦。所以呢度我有一個少少嘅問號啫。咁同埋咧，其實我有個位期待我聽多啲嘅咧，就係其實兩邊都冇真係好認真分析過靜香係一個點樣嘅女仔嘅，即係大家個焦點放咗喺兩個男主角身上高，就係出木杉同埋大雄。咁到底靜香佢嘅性格係點樣嘅咧？佢嘅家境係點樣樣嘅咧？即係呢啲位咧，其實你哋都可以即係諗多啲啊！即係其實靜香點樣先係一個適合呢個女仔嘅伴侶或者係即係佢嘅丈夫啦，其實你都要睇翻個女仔本身有咩條件，或者佢本身嘅性格啊，佢嘅即係喜好係點樣樣噶嘛。咁呢個位反而我係喺粵方嗰度聽到多啲嘅。咁因為甲方好理所當然地咧，咁靜香最後係揀咗大雄啊嘛，咁梗係中意佢啦。咁呢個思路就即係俾我感覺太直觀啦，咁少咗一啲你哋嘅一啲客觀啲嘅分析。咁我大概講到呢度先，跟住啲時間交俾
另外兩位啦。好，我都好同意 Miss 張所講嘅嗰啲內容啦。咁我再加多少少嘢啫。我先講正方，我覺得咧，其實今日正方嘅優勢咧，正如 Miss 張所講啦，係在於最後其實正香喺嗰啲電影啊各樣嘢嗰度，最後都係揀咗大雄。咁但係咧，我覺得雖然咧有一啲嘅例子係幾好嘅，例如係話佢會奮不顧身咁樣去救正香啊嗰啲。咁但係咧，我覺得美中不足嘅地方在於咧。呢個例子用得有啲太多啦，即係嗰一兩個例子用得有啲太多。咁而其實啱啱譬如話去到結辯，你會話正香嘅爸爸就話大雄係一個善良啊、樂於助人嘅一個人。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個咁好嘅一個正香爸爸嘅光嘅話，咁我覺得其實呢啲都可以擺前少少出。到底佢實際上做啲乜嘢咁善良？實際上做啲咩咁樂於助人？對於正香嘅未來嚟講，係會有啲咩幫助啊？令到佢好開心咧？咁我覺得呢啲係你可以擺前多少少講啦。咁就唔會嗰啲例子咁講到由頭到尾都淨係講緊話佢有好似兩次去奮不顧身咁樣去救正香。咁對於你嘅內容嚟講咧，就會豐富少少。咁跟住咧，再睇埋乙方啦。我覺得咧，乙方今日做得好嘅地方咧，係在於你哋真係有嘗試咧去拆解甲方嘅一啲例子嘅，例如佢話去到月球，出木杉去到月球咁遠啊，咁你點樣陪正香啊？我覺得其實呢啲嘅回應咧係做得幾好，不過咧美中不足嘅地方咧就係有啲太遲出啦，一啲回應去到大概自由辯論先出到，又或者去到二副嘅時候會講話佢其實好多時候幫佢都即係直大雄幫正香都係利用哆啦 A 夢嘅法寶等等，我覺得呢啲回應係唔錯，但係有少少太遲出，咁所以我覺得咧戰略上擺前少少出嘅話咧，就會可以快啲咁樣攞到分去攻擊到甲方啦。然之後咧，同埋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今日乙方咧去到後期咧就開始去到二副開始啦，去到結辯嘅位置都係就係咧會有嗰個對比，就係出木杉喺呢個地方咁樣樣，但係大雄又咁樣樣喎，咁所以對比起之下咧，出木杉會好啲。但係呢一個 exercise 咧都係有啲太遲啦，就係咧因為主辯同埋一副咧都係比較着重於講到底出木杉嗰啲咩嘅優點，例如係佢係一個人品好好嘅人啦，佢係一個好好學、好博學多才嘅人啦。咁但係大雄咧，佢係咪咁好或者佢係咪咁差咧？佢哋相較之下有啲咩相似或者唔相似嘅地方咧？我覺得呢啲係前場需要解釋得多少少嘅地方，咁樣先至可以喺你嘅論點上咧，就已經即係主辯出論點嘅時候，已經好好咁樣論證到點解出木杉佢唔單止係一個優秀嘅人，更加係一個比大雄更加優秀嘅人。咁大致上就係咁，咁交俾最後一位評論。係啦，咁就前面兩位評論都講咗好多啦，咁都好簡單講少少啦。我覺得今場雙方最大嘅即係處理呢類辯題嘅時候咧，雙方兩樣都可以做好啲嘅一樣嘢，就係其實係對於你自己嗰一方嘅嗰一個人物嘅刻畫更加全面。因為我覺得其實雙方去到最後咧，或者去到邊個係咁，去到前期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會傾向將你哋嗰邊嘅人物簡化成為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句子，譬如正方就係大雄佢會願意捨身救正香，加上正香女再揀咗佢。咁而去到反方就係乙方就係出木杉係一個好優秀、好叻嘅學生、好叻嘅人。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雙方喺自己嘅立場咧，呢有更加多嘅嘢可以去研究，或者更加多嘢可以去講啦。譬如正方咁樣啦，啲甲方咁樣啦，就正如喺所講就係其實到底大雄除咗會奮不顧身地救正香之外，仲有啲咩嘅性格上嘅優點咧？因為其實喺嗰個即係其實嗰套動畫或者嗰套漫畫，其中一個想帶出嚟嗰樣嘢就係，雖然大雄望落去好似好內嘅，望落去好似好蛇龜，望落去好似好怕事咁樣，但去到最後其實當譬如佢要幫人嘅時候，或者當佢係要去關乎一啲佢真係在意嘅人同事嘅時候，其實佢係會嗰一下會爆發到勇氣同埋善良出嚟啊等等。咁呢啲其實都係嗰個動畫或者嗰套漫畫想帶出嚟嘅一啲訊息。咁而其實我覺得呢一類嘅例子都可以用多啲。譬如可能再解釋多啲嘅就係譬如你嗰個即係佢嗰啲捨身救正香嘅故事背後，到底佢係發生緊啲咩事咧？又或者譬如正香女最後揀佢啦，點解揀佢咧？譬如就係頭先所講，即係見面嘅時候講話，其實即係正香講話點解要揀佢，或者其實正香嘅父親點解都認可大雄作為個女婿啦咁樣。咁
嘅時候，呢一啲嘅例子可以早啲出現，至於你對於大雄嗰個性格嘅刻畫可以更加完整。就係、雖然有方講到大雄好似好不濟咁，但事實上其實背地裏或者核心裏其實大雄係一個好善良啊、好好嘅人嚟嘅咁樣。係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去到某啲嘅位置，我覺得有少少反轉咗適合你嘅位，就係在於即係好似講到最後正香揀咗大雄，就等於一定係更適合嘅選擇咁啦。咁而我覺得呢樣嘢其實粵方都可以再做多啲嘅挑戰嘅，譬如你頭先有嘗試講就話其實好多日本網友嘅嗰啲評論都係話其實會更傾向揀出木杉嘅。咁我覺得可能可以用啲譬如類比上譬如好簡單，舉個例子就係即係大家臨考試之前嗰一日夜晚10點鐘啦。咁你係嗰個時間更適合温書咧，定係更適合打遊戲機咧？咁可能依家大家都會覺得更適合温書。咁但係你自己更想打遊戲機喎，咁到最後你決定咗去打遊戲機，咁係咪等於打遊戲機係更加適合或者更加好嘅時間運用咧？係啦，咁呢一個我覺得可以用呢一啲嘅例子或者類比去嘗試挑戰正方嘅嗰個標準，甲方個標準係啦。咁而去到乙方咧，我都覺得同樣地出木杉嘅嗰啲優點咧，我覺得都係俾你哋簡化得太多，就係去到變成咗出木杉係一個好優秀、好叻、十項全能嘅一個人。但係到底呢樣嘢點樣 translate 去成為一個好嘅丈夫咧？我覺得其實比較好咧，就係去到其實見面老師嘅時候都有提到啦，就係譬如你10歲嘅時候玩得最開心嗰個嘅玩伴，係咪真係第日能夠最可靠或者最合適你嘅嗰一個伴侶咧？譬如可能講到嘅啲位置就係其實佢十項全能背後其實顯示咗佢係一個更加有上進心嘅人啦，或者譬如佢係一個更加努力嘅人啦，一個更加可靠、更加成熟、更加穩重嘅人啦等等。而呢一啲嘅特質對於一個長久長遠嘅關係嚟講，其實都係更加好啦，咁甚至乎其實政府自己又出咗最後結面嘅時候出嘅某個例子，就係講到話其實大雄去到最後都發現其實自己並唔多幸福正香，到最後會放手啦咁樣。其實呢啲例子反而係粵方可以運用嘅例子，就係咁去到最後其實個結果依然大家都知道，甚至乎大雄你都知道其實自己都未必係最適合正香嘅丈夫咯。However much 大雄愛佢或者喜歡佢都好，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雙方就可以更加即係進一步完整地去探討你哋嗰個角色嘅性格同埋一個理想嘅伴侶之間嘅嗰個關係，以至於令到嗰個比賽嗰個即係交鋒可能會更加多啦。而我覺得都即係雙方，我覺得即係喺呢場比賽入面係即係會有一個嘅優勢，就係我覺得甲方喺前場嘅優勢會大啲。咁但係乙方去到後場，其實一啲嘅攻擊或者回應咧，其實正方我覺得都唔係好回應到，或者其實某啲時候都會嘗試只係撈翻一啲前場講過嘅一啲方式或者嘅講法去再嘗試回應。咁但係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場比賽走勢就會係前場正方稍有優勢，跟住之後去到後場就去到乙方稍有優勢，咁到最後嗰個分差上其實去到揾咗分子都唔係真係會有好明顯嘅分差咯，係啦，咁都係以一條有趣嘅辯題，咁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探討呢個方向，大家咁。感謝3位評判嘅發言啦。咁我哋喺宣佈賽果之前咧，我哋不如先影一張大合照。宣佈賽果啦，今場嘅賽果為甲方3分，乙方0分，3比0勝出。而家想請評判張龍先生為我哋頒獎。咁當然我哋乙方都有亞軍嘅獎項啦，咁就請
最後再宣佈埋呢個最佳嘅辯員啦。咁今場嘅最佳辯員為甲方主辯Miss Christine。最佳辯員。好多謝評判同埋各位參賽者嘅出席啦。咁我哋今日嘅比賽就結束。對。